有人問，念佛法門咁容易實行，我哋應該點樣去行持呢？具體嘅方法係點樣嘅呢？所謂念佛，即係念南無阿彌陀佛6個字，或者阿彌陀佛4個字。呢幾個字係由印度梵語譯音而嚟嘅。南無係禮敬，阿彌陀佛係無量光，亦都有譯成無量壽。佛係覺者，所以將呢6個字合起嚟就係敬禮無量光、無量壽覺者。阿彌陀佛係極樂國土嘅教主，佢曾經喺9劫修行以前發過大願，任何人臨命終時，只要一心執持佢嘅名號，佢就會嚟接引此人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嘅。念佛嘅方法必須適應念佛時嘅環境同埋心境，而且係要契合念佛者嘅根器嘅。所以念佛有種種不同，每一種方法都係有佢嘅作用，有佢嘅特長。行者念佛嘅時候，可以自己選適合嘅方法。如果念咗一段時間，覺得呢種方法唔能夠安定當時嘅心境，可以更換另一種念法。只要能夠揾到能夠定心同埋排除妄念嘅方法，就係最好嘅方法啦。大致上念佛嘅方法係有12種嘅：高聲念、默念、金剛念、覺照念、觀想念、追頂念、禮拜念、記十念、十口氣念、定課念、四威儀中皆念，最後係念不念皆念。以下一一為大家介紹下。第一係高聲念，念嘅時候聲音洪亮，將自己嘅精神灌注喺一句佛號上邊。呢一種方法雖然唔能夠持久，但係可以對治昏沉懈怠嘅心境。如果行者念佛嘅時候昏沉欲睡、妄想多，可以用此法嘅。昔日永明禪師喺杭州南屏山頂念佛嘅時候，山下嘅行人聽到佢嘅聲音高朗嘹亮，呢啲就係高聲念法啦。第二係默念，念佛者喺外表睇起上嚟，只見口唇微動，並冇出聲。雖然唔出聲，但係南無阿彌陀佛6個字喺行者嘅心識之中清楚明白，前念後念形成一片，所以佢嘅效力並唔低於高聲念佛。呢種默念嘅方法適合喺睡臥時、病時、沐浴如廁或者公共場所嘅時候念嘅。第三係金剛念，念嘅時候聲音唔高唔低，甚為中和。行者一面念一面可以聽，4字念阿彌陀佛亦都可以，6字念南無阿彌陀佛亦可。呢一種念法效力好大。金剛比喻堅密而不被外境妄想侵入，並可以破除雜念。喺種種念法之中，金剛念最為常用嘅。第四，覺照念，覺照念念嘅時候，一面稱佛嘅名號，一面係反照，但覺自心與佛心形成一片，時間空間一時頓失所在，無人無我，如入定中。但係呢種覺照念佛係要上根器嘅人先至能夠覺悟實行嘅，並非普通人能夠學習嘅。第五係觀想念啦，念嘅時候一面稱佛名號，一面係觀想佛身相好莊嚴，專立喺自己面前，或手摸我頭，依覆我體，或者係再觀想觀世音菩薩、大勢至菩薩侍立佛旁，諸聖賢眾四周圍繞，功德莊嚴，或者觀想極樂世界金地寶池，花開鳥鳴，寶樹羅網，七寶樓閣。據淨土聖賢錄嘅記載，如果行者觀想真切，即身就可以遊於極樂國土；如果唔真切，亦可作為念佛之助緣，使到自己嘅正業易於成功。
如果觀想成熟，平時淨土已經喺意識之中存留甚深印象，一旦臨終記落國土，好容易就喺觀想之中現前，成就往生嘅機緣嘅。第六係追頂念啦，念嘅時候用金剛念法，聲音不高不低，將字與字之間同埋句與句之間連接得極其緊密，形成一字追一字，中間唔留間隙，所以叫做追頂念。因為追頂緊密，雜念無從乘機而入，呢一種念法消除雜念，而得一心，效力係好大嘅。第七係禮拜念啦，念嘅時候一邊念一邊拜，或者念一句後拜一拜，或者係唔論多寡，但邊念邊拜，成為念拜並行，身口合一，再加上意念想佛，就成為身口意三業集中念佛。所以呢個方法係特別精進，效力亦都特別大嘅。但係拜得多會勞氣傷神，必須有適當嘅休息，所以只合兼用，唔適宜專用嘅。第八係記十念，念嘅時候用念珠記數，每念10句佛號，撥過一粒念珠，咁樣心中又要念佛又要記數，必須要專心。如果唔專心嘅時候，咁數目就會錯亂咗。所以此法係強迫念者專心嘅方便法門嚟嘅。第九種係十口氣念，念嘅時候用追頂念，一字接一字，一句連一句，以盡一口氣為止，名為一口氣。如是10次，名為十口氣。呢個方法專為每日無暇念佛極忙嘅人而設嘅方便法門，大約需要5分鐘就可以念完啦。所以極忙嘅人亦都可以做到嘅。呢個方法係根據彌陀第18願十方眾生欲生我國，乃至10念，若不生者不取正覺之願而設嘅。第10係定課念，念佛最怕係冇行心，所以古今嘅行者每將念佛嘅事情定為每日嘅功課，每日實行。古人道心堅定，有每日規定念1萬、5萬乃至10萬句，每日念幾多佛號，必須斟酌當時嘅環境同埋自身嘅力量，定為功課。定咗之後，無論點樣忙，亦都要將佢做完。呢啲就係定課念啦。11係四威儀中皆念，呢種方法較適合上等根器嘅修行者，喺每日定課念佛之外，平時行住坐臥四威儀中皆念佛號，久而久之成為習慣，所謂一句彌陀永不離口啦。第12係念不念皆念，上述四威儀中皆念係只用口念嘅，呢度念不念皆念，最後一個念字呢係指心念，即係話無論口念或者口唔念，但係心中都係念佛。呢啲係上根器嘅念佛法門嚟嘅。